喺全球一體化嘅情況底下，年輕人只要放眼世界，有勇氣夠膽去外闖，隨時都可以揾到發揮才能嘅好機會。而吸納外來人才同樣係促進發展嘅重要元素。香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同多元化，而且喺連接中國內地同全球嘅橋樑，亦都係發展事業嘅熱門地點。政府喺2016到17學年首次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鼓勵嚟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者地區嘅學生嚟到香港升學。獎學金由推出以嚟都大受歡迎，透過提供獎學金，的確係可以吸引升學同埋留住優秀人才嘅誘因。世界家庭醫生組織 WONCA 自2025年設有我嘅 Donald Lee YDM Global Scholarship 美國棟青年醫生全球獎學金，設置嘅目的係為咗支持一啲中低收入國家嘅優秀青年醫生可以有機會參與 WONCA 世界級嘅會議，等新一代醫療專業人士都可以參與討論一啲重要嘅議題，分享知識，擴展人脈。透過呢項獎學金，我哋可以加強全球基層醫療團隊建立，並且促進未來醫療衛生嘅領域領導者嘅職業發展。今年3位成功獲獎學金嘅青年醫生，就正正係嚟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喺加納、巴勒斯坦同埋菲律賓。